歡迎收聽阿樂說書。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網上睇食譜煮餸，但係個食譜啲材料份量錯晒，又冇寫清楚要用咩火候，結果煮出嚟嘅餸咪唔好食咯。其實訓練 AI 模型都係一樣噶。如果你俾啲錯嘅唔夠料嘅食材，即係數據，佢學習，佢點會煮到好嘅 AI 大餐俾你享用呢？今日就同大家講下呢本書嘅第8章，就係講 Dataset Engineering 數據集工程有幾咁重要，同埋有咩方法可以揀到靚嘅食材。你可能會諗，啲 AI 模型咁勁，求其俾啲數據佢學咪得咯。但係你試諗下，如果你學煮嘢，啲食譜寫到亂七八糟，你跟住煮咪盞嘥時間同埋啲材料。Dataset Engineering 嘅重要性就係在於佢幫我哋諗清楚要用咩質素嘅數據，點樣攞到呢啲數據，同埋點樣整理好啲數據，等 AI 可以學得更快、更準確，最後做出更符合我哋期望嘅嘢。你又有冇諗過，平時我哋教小朋友嘢，如果我哋用啱方法，用啲清晰易明嘅例子，佢哋係咪會學得更加好呢？訓練 AI 都係一樣嘅道理。咁究竟點樣先可以做好 Dataset Engineering，等 AI 可以食得好、學得快呢？呢一章就會詳細咁講啦。呢一章就強調咗數據嘅質素決定模型嘅質素呢個核心概念。就算你用最勁嘅 AI 團隊同埋無限嘅資源，如果冇好嘅數據，都訓練唔出好嘅模型。Dataset Engineering 嘅目標就係創建一個可以訓練出最好模型嘅數據集。咁究竟有咩方法可以做好 Dataset Engineering 呢？本書就提到咗幾個重要嘅方面：數據覆蓋範圍 （Data Coverage）。你嘅訓練數據應該要覆蓋你預期模型會處理嘅各種問題。現實世界嘅問題千變萬化，表達方式都唔一樣，所以數據嘅多樣性 （diversity） 好重要。書中提到喺模型訓練嘅唔同階段，預訓練、監督式微調、偏好微調、數據嘅組合同埋多樣性嘅考慮都會唔同。例如，Llama 3嘅作者發現喺預訓練同埋監督式微調嘅時候，數學、推理同埋程式碼嘅數據佔咗差唔多一半，但係佢哋相信互聯網上邊呢類數據嘅比例係遠低於50%嘅。數據獲取 data acquisition， 數據嘅來源可以有好多種。你嘅應用程式產生嘅數據 application data 係最理想嘅，因為佢哋同你嘅任務最相關。例如，如果係一個問答機械人，用戶嘅問題同埋機械人嘅回答就係寶貴嘅數據。你可以建立一個數據飛輪 data flywheel， 利用用戶產生嘅數據持續改進你嘅產品。公開數據集 publicly available datasets 係另一個來源。不過用呢啲數據嘅時候要小心，記得檢查清楚佢哋嘅授權條款 license。 專有數據 proprietary data， 例如版權書、合約、醫療記錄等，可以係 AI 競賽中嘅競爭優勢。有啲公司會透過數據市場 data marketplaces 買賣數據。網絡爬蟲 web scraping 係一種獲取公開網絡數據嘅方法，但係要留意網站嘅服務條款。數據標注 data annotation 對於監督式學習 supervised learning， 你需要有標注好嘅數據，即係將輸入同埋正確嘅輸出配對。呢個過程可以由人類 human annotation 或者 AI power data synthesis 完成。書中提到，你可以用 AI 嚟生成指令 instructions， 然後由人類寫出回應 responses， 或者人類寫指令 AI 嚟生成回應。有啲團隊甚至會用一個弱模型先標注一啲數據，然後用呢啲數據訓練一個更強嘅模型，不斷重複呢個過程。數據合成 data synthesis， 除咗真實數據，
你仲可以用 AI 合成數據 synthetic data， 例如你可以用 AI 根據一啲範本生成大量嘅訓練數據。模型蒸餾 model distillation 係數據合成嘅一種應用，即係用一個細模型 student 去模仿一個大模型 teacher 嘅行為。書中舉例，一個只有70億參數嘅 Alpaca 模型喺用1750億參數嘅 TeXDaVinci 3模型生成嘅數據進行微調之後，表現竟然都好似 TeXDaVinci 3。不過要留意，唔係所有模型都允許用佢哋嘅輸出去訓練其他模型。數據質素 data quality， 即使你有大量嘅數據，如果數據質素唔好，都會影響模型嘅表現。數據質素包括去除重複數據 deduplicate data， 重複嘅數據會影響模型嘅訓練效果。數據清洗 clean and filter data， 要移除唔符合你政策嘅數據，例如個人身份資訊、PII、敏感資料、有版權嘅數據或者有害嘅內容。書中提到，之前章節講過嘅技術都可以幫手檢測低質素嘅數據。數據驗證 data verification， 要確保數據嘅準確性同埋可靠性。數據格式化 format data， 你嘅數據需要符合你用嘅模型所期望嘅格式。例如，如果你做監督式微調，數據通常係 instruction response 嘅格式。唔同嘅模型可能有唔同嘅分詞器 tokenizer 同埋聊天範本 chat template， 搞錯咗格式可能會導致奇怪嘅問題。書中舉咗個例子，喺做食物分類嘅時候， burger 同 item burger 或者 burger 呢啲唔同嘅格式都可能會引起問題。總而言之， dataset engineering 係訓練一個好嘅 AI 模型嘅基石，就好似煮嘢食咁，冇好嘅食材點煮都唔會好食。透過理解數據嘅覆蓋範圍、多樣性、獲取方法、標注方式、合成技巧、質素控制同埋格式化，我哋就可以為 AI 模型準備好最好嘅食材，等佢哋可以學習得更好，最終為我哋提供更有用、更可靠嘅服務。多謝收聽阿樂說書。